艺术家吴以倩长期关注饮食的文化，甲着图像生产的关系，利用拼贴作为艺术的创作，将日常生活收集到的印刷品融合了颜料、色彩，创作出一把一把亲像真实又个抽象的画作。这间的展览以着美食广场为意向，透过拼贴、亚克力，甲着复合媒材的创作，重新编码食物的影像，并且探讨饮食对着身体健康的影响。以食物作为创作主题，这个缘由呢，主要是我发现这几年来，就说不管在媒体上啊，或是亲朋好友，就说台湾人越来越多人喜欢以食物作为聊天的主题，然后彼此分享。那不管是在脸书啊，或是在社群媒体，你会发现大家很喜欢把自己吃过的啊、好吃的东西都把它 po 在脸书上或是 IG 上。那甚至于你会发现，新闻再没有只是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也越来越多的以美食为主题的这样的新闻穿插在里面。那所以我就发现，好像美食变成一个全民运动，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样子就是说大家都在讨论吃的这样的情况下，背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想一下一直这样吃真的好吗？你共创的部分，则是邀请20位成大的学生，透过个人的饮食经验进行拼贴的创作。艺术家吴以倩表示，虽然成大多年来无以美术系为主，参与的学生拢是工科甲着理科，对着手绘并无在行，因此透过现成的拼贴，伫个短时间就会用来上手。拼贴就是用现成物来做创作。那其实我就说以现在艺术的潮流，我们不一定再用画笔再来做创作，我们可以用各种东西来当做我们创作的一个媒材。那随着我们现在就说我们科技的进步，大家也知道，我都不用我自己画，我可能叫 AI 画。那当然就说，我觉得要来表达资讯这个东西，或是说我们拍照，我如果用画来画食物，我不如拿一个现成的杂志或是照片，就把它贴上去，这样更贴切那个资讯这个本质。那所以刚好我可以用现成物让他们来完成他们这样的创作，所以他们也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就很上手了，就做完这些作品。这项展览伫今日起到10月18，成大艺术中心欢迎校内外的师生，甲着社会大众会用踊跃到成大艺坊来参观，希望透过视觉、味觉，甲着记忆的交汇中，感受着艺术带来的启发，甲着对日常生活的重新思考。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